去到2025年12月10號浪琴國際騎師賽日呢，今日就簡簡單單推介一隻呢，就係阿莫雷拉。咁今日呢，騎師王呢，就係四關浪琴國際騎師賽嘅賽事。咁睇翻係第四場呢，雷神就排11檔騎方嘉柏嘅超強60。咁簡單睇翻馬會呢個統計呢，其實跑馬地1000米 A 欄呢，檔位嘅影響呢，就唔算係好大嘅啫。咁第二關呢，標之亮子都係穩定嘅選擇啦，咁都冇甩過頭五。第三關呢，就可以3檔輕磅騎告東尼美麗邂逅，呢一隻就啱啱一轉翻谷草一里呢，就即刻放頭新勝嘅。最後嗰場呢，隻快搏就爭少少。咁睇翻形勢呢，頭兩關呢，就應該係易少少嘅。第三、第四關呢，係3班嘅1650同埋3班1200米呢，嗰個水準呢，就太平均啦，要睇下騎師嘅發揮。咁主要嘅對手呢，就有潘頓、布文同埋麥道朗啦。咁潘頓呢，就要挑剔佢第5場嘅青春力量同埋尾關1200米嗰隻12檔嘅加樂龍區。布文呢，就龍船快同埋電源之區爭少少啦。咁麥道朗呢，就平均少少嘅。咁不過呢，佢近嚟喺跑馬地嘅發揮都係一般啦。咁啊，跑馬地呢，就多數要騎師攞位比較精準。咁所以最後總結呢，就揀咗莫雷拉試試嘅。